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创世纪17章第1节到27节，希伯来书13章11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欢喜。现代人真爱讲只要我欢喜，有啥物袂使进吼。大概咱来想看卖，如果阿东活伫现在伊一定足欢喜的，有一句话通去用啦吼。当伊食到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了后，就会当大声甲上帝讲：只要我介意，有啥物袂使吼。真可惜，当初时并无有即种流行的话术啦吼。其实上帝只爱伊好好做代志，但是伊却连本身的职务都做袂好势，搁咧想讲要去爬较悬啦吼，甲上帝同款有判断人的是非的能力。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并毋是咧追求上帝的旨意，乃是咧追求想要来扮演上帝，甲上帝同款来审判，安尼讲 judge 迄种的权柄，要摕到这个权柄。伫伦理学来讲，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基础，伫这个顶悬来去思考，到底咱要追求扮演上帝。英语讲 play God， 也是要来互上帝欢喜，叫做 please God。对基督信仰来讲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。咱看见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要爱有囝，要爱互伊成做大国，要搁爱互伊得到一大片的土地。对人的眼光来看，迄完全是无可能啦吼！特别是咱知影这个应允，对亚伯拉罕迄个75岁开始讲到99岁，拢还阁无实践。因太太嘛已经89岁啊。套一句台湾话咧讲，有影还是无影啦吼？因为还未看到影。上帝阁无互撒来的女婢夏甲的囝，伊是玛利来承接。上帝嘛无爱互伊的仆人的囝以利以谢来继承。对亚伯拉罕因来讲，应该是一个非常为难的一项代志啊吼。特别上帝阁差遣使者来讲预言。圣经记载讲，亚伯拉罕99岁的时阵，上主伊显现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着爱服从我，做一个诚实佮正直的人。我要甲你立约，要互你有济的子孙。亚伯拉罕拍败伫涂骹，上帝佮对伊讲：我甲你的立约是安尼。你要做济民族的祖先，对现在开始，你的名无要叫做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因为我立你做济民族的老爸。我要赐予你济的子孙，因的少目会通做几哪个国家，因中间会出一寡君王。我要坚守甲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我要做你甲你的子孙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所架脚的土地赏赐互你甲你的后代。这个迦南地要成做你的子孙永远徛起的产业。我也要做因的上帝。
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着爱坚守我的约，你甲你的世世代代子孙拢着爱来坚守。恁中间的男子拢必须爱接受割礼，这是我甲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的约，恁必须爱遵守。对现在起，恁所有的查甫婴仔，包括遐恁厝里内底出世甲外国人买来的奴隶，伫出世第8天，就必须爱接受着割礼，用安尼做我甲恁立约的记号。恁家年的每一个男子拢必须爱接受割礼，留伫个肉体顶悬这个记号，表示我甲恁立永远的约。无受割礼的男子必须爱对我的子民的中间来除名，因为伊无坚守我的约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毋通阁叫你的某撒来，你爱甲伊改名叫做撒拉。我要祝福互伊为着你生一个囝。我要祝福互伊，伊要成做万国的老母。伊的后代将来要出君王。”这也无过讲互亚伯拉罕会怀疑啦。这个英文总是安尼讲的就煞，已经过了25天，却犹原只是上帝喙中的应允。圣经记载着亚伯拉罕的反应。圣经讲亚伯拉罕拍败伫涂骹偷笑，自言自语：100岁的老人阁会当有囝吗？撒拉已经90岁啊，阁会当生吗？因上帝讲：“就互以实玛利做我的继承人吧。”但是上帝讲无，你的太太撒拉一定会为着你生一个囝，你爱甲伊号名叫做以撒。我要伊以及伊的子孙孙坚守我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直到以实玛利，我已经听到你的要求，我要祝福互伊，互伊的子孙世世代代相传。伊也要做12个酋长的老爸，我要互伊的后代成做大国。但是我要你的囝以撒坚守我的约。明年这个时阵，撒拉会生落以撒。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被称作义人？希伯来书阁称伊做信心的老爸，因为就算伊心内充满着迄个怀疑啊，但是呢，亚伯拉罕却愿意遵趁上帝的命令。圣经的记载甲咱讲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讲完这的话，就离开伊就天去啊。就伫迄一天，亚伯拉罕遵照着上帝的命令，甲伊的囝以实玛利甲家里所有的男子，包括遐伫厝里出世也是买来的奴隶，拢施行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阵是99岁，以实玛利受割礼时是13岁。伊家里所有的男子，包括遐家里出世外国人买来的奴隶，拢同一天甲伊做伙来受割礼。亲像希伯来书劝勉基督徒伫生活上来活出见证，着爱彼此相听，着爱接待外人，因为因真有可能就是上帝的使者。咱却已经接待因啦，亲像亚伯拉罕热心接待迄3位出外的人，但是因事实上就是上帝的使者，将上帝祝福应允赏赐予接待伊的人亚伯拉罕，
一家。因为因所做的就是互上帝欢喜的事，真心真力疼主嘛，疼人亲像家己。希伯来书的教导非常清楚，基督徒就爱安尼，恁爱常常手足相疼的情，爱接待出外的人到伫恁的家，捌有人安尼做。竟然伫无意中来接待着天使，爱会记即遐个坐家的，好若亲像恁也甲因做伙坐家。爱记得迄一寡患难中的人，好若亲像恁也伫患难中共款。人拢应该尊重婚姻的关系，夫妻必须爱忠实三态。上帝就爱审判放荡甲淫乱的人，毋通贪无钱财，就爱满足伫家己所有的。因为上帝讲，我永远无离开恁，也无弃杀恁。佮安尼劝勉基督徒讲，咱应该凭着耶稣常常用上赞作祭，献互上帝。就是用阮的喙唇来宣认伊的名，毋通袂记即行好，甲帮赞别人，因为安尼祭物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基督徒应该是爱为着主来做，应该爱尽心尽力来做，是要互上帝得到荣耀，要互上帝得到欢喜来做。愿主帮助咱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